最新消息，警方又破獲一單政府100%擔保特惠貸款嘅大案。今次拉咗6個人，包括4間公司嘅董事同員工，事筆金額超過2000萬。商罪科總督察莫麗瓊交代，4月16號警方展開擊捉行動，拉咗3男3女，當中2公婆係公司高層。4間涉案公司包括赤鱲市嘅母公司 iFilm Media Production， 仲有萬佳技術工程、納爾科技同臥龍科技顧問，報稱做媒體、物流同工程，但全部用假文件同虛假轉帳呃貸款。案情指，有人專登用關聯公司過數，扮生意額大跌30%，呃到貸款後即刻瘋狂撳現金或者轉去私人戶口。最離譜係亞宇一單就呃咗900萬，其餘3間各呃300幾萬。警方踢爆呢啲公司根本冇實際營運，轉帳只係左手交右手，而家正追查資金流向，隨時再拉人。政府嗰筆疫情救急錢，竟然變成呃錢工具。各位中小企老闆，疫情貸款呃政府2000萬單案究竟醒啦？想融資周轉，緊要揾正規軍 SME Pro 幫你合法過關，即刻WhatsApp揾我哋免費1對1諮詢。